新闻要来看一个好新闻，伫嘉义县，嘉义县民雄有一间二手册店，9年来继续咧推动清寒学生免费1对1家教的补习，有242位，这是嘉义中正大学学生组成的这义务家教团，为这学生伫补习。背后推手当然就是这个册店的头家，伊为了保障这义务家教的交通安全，拍拼咧倾钱互因做交通的保险费，嘛讲社会大众会使甲支持。 这间二手册店甲一般印象中静静恬恬的情况无啥共。80几平大的空间，内面真侪人。学生放学了后，册包排列，直接就来这准备要上课。年纪较大是大学生，因伫这是担任老师，为清寒的囡仔提供1对1的免费辅导教学，有提供免费餐点。这嘛是学生介意来这所在原因之一。上重要是囡仔进步，家长拢有感受到。 考5科拢90分以上，尤其是英语进步之多。跟学校很不同的是，来到这里，我就多了一种建立朋友的关系。来自嘉义中正大学、嘉义大学242位学生组成义务的家教，为169位学童提供补救教学。背后推手是这位被称为馆长的册店头家。 跟我分享过，他也有曾经没有钱的时候，然后办不下去，然后午餐费要给人家钱的时候，他都只能就是租公的零钱啊。高档来后，真侪囡仔对学习重新充满希望。投一个保险，让他安心来帮我们孩子翻转命运的这样子的一个帮助。 除了学童以外，馆长即马想要为义务家教老师提供交通安全的保险，或者充满爱心甲理想的大学生，会当更加有保障。